暗都要去公司，啊无人伫。我病咯，敢讲咱真正去用骗去啊？系啊啦，因头家吼一定是钱款款的做走啦，搁想要退货，即摆一个月就退袂转来啦。你敢知因住喺倒？人挑着要骗钱哦，人找着啊，无可能害钱啦。我看即马只有报警。人若是下晡等去上班，你报警，毋是会造成误会？阿母，这就做明的嘛。这间公司明明利用了车回来骗钱，你当初为虾米无考虑清楚？搁招遐侪人来入伙？即摆讲遮济也无路用啊啦，唔通靠吼，想办法来解决。有啊，就是这间啦。这间啊，好，我试看卖。阿勇，你连锁就遐开哦？我拍伫遐底呢，什么家私我嘛拍过，这小可代志啦。开啊！来，那拢无我空空。哇！看这个办事吼，无人会来啊啦。真够高看啊！我讲当初买遐货钱哦，是唔甘吃唔甘停，安尼欠落来呢。我看听起来，咱来报警啦。好，行，咱来报警。这啥？营业登记证。怎样？别个报警了，你看。想怎？这个，那是小燕呐！那安尼，哦，林小燕，我哪一组他干嘛来骗我呢？我无啦，我唔知影啦。不会啊，小燕袂做这种代志啦。我来讲哦，你即摆是这间公司的负责人，我甲阿勇的朋友买货钱，大家拢要摕，你四个人无都通负责哦，已经报警上，我就袂插你咧。人早都伫遐甲你设计啊，甲你变做公司负责人，出代志哦，互你来担。当初时，啥想袂到会安尼啊？即摆人要退个，伊一定要害钱啊！若无吼，互人告，一定要抓去关啊！我哪遐尔济钱通啊用？啊，你领的奖金呢？伊领的奖金就无偌济，哪有够现人？对啊，我领的钱遐尔少，哪有够通啊用？像阿勇姐啊，含莲花姐嘛迄边退回钱就差不多20几万，还阁咱的厝边去带我去买衫裤迄个小姐，含伊的朋友遐，你莫阁讲啊！我不管有偌济，你即摆哦，甲户头的钱拢领出来，会当还偌济算偌济啦。你是咧考虑啥？你是毋是甲所有的钱拢寄转去台了啊？你凭啥物甲我当作像犯人伫咧审问？我家己趁的钱，我煞袂当决定我要安怎开哦。好，听你讲的吼，你的钱算你的钱，我的钱算我的钱，你家己装钱啦，甲我无关系。好啊，你莫管啦，等我若是走投无路，我就死互你看。你，哎呦，好啊啦，莫阁冤啦吼，一家伙仔就爱共一条心啦。为什么你会我的？阿母会替你想办法。有啥物办法通啊想？即摆干那钱会当解决问题尔啦，30万啦，你敢袂当替我用？你讲的啥物话啊？阿姐，你遐尔歹是要创啥啦？我甲你警告，你对阿母无礼貌，物件款款等台了啊！你为这30万要甲我赶走？好，你莫后悔。小燕，小燕来，阿姐啊，你看你，莫插伊啦，伊爱去地，互伊去地啦。嘿，
拢总是299038块。四舍五入吼，算你30万了啊！喂，你嘛拜托的，讲迄个妄价，是要你四舍五入咯？你是晓算数的啊？若要算吼，应该是要甲你南山的38块摕掉，卖算，拄啊好299000，安尼才对啦。你很奇怪哦。我要甲这物件搬去小燕，我敢唔免坐车，我敢唔免人工，计算伊几百块是算啥？咋啦？抓钱啊，世界钱钱。啊，你碎碎念什么？好啦，我的决定我坦白甲你讲啦，这条钱吼，咱家己负担，莫找小燕摕啦。阿勇，你头壳歹去哦。嗨，你即摆叫小燕摕啊钱出来，你哪有可能啦？到时阵哦，嘛是爱师傅娘出来解决啦，对无？你神经病啊！我无同意啦。阿勇，你想看觅？当初咱为台东搬来高雄，就是为着要加趁一寡钱。即摆咱欠长内都欠偌海钱，你搬去互小燕行孝？哎，亲爱的山地同胞，安怎？咱阮少年啦，钱骨趁着有啊啦。啊，师傅娘已经遐济岁啊吼，莫为烦恼啦吼。师傅娘，你开嘴下嘴就是师傅娘啦。阿勇，你爱照顾的是我甲石头啊呢，你即摆做代志那拢颠倒病啊！你都唔知影咧。自从我甲阮婿熟识一天开始吼，我就下决心要对阮婿一世人啦。啊，伊即摆唔知影走去对啦。我当然爱照顾阮师傅娘啊，甲伊的囡仔。啊，因即摆有困难，我这个做婿当然爱甲因斗相共啊，对无？对啦，师傅娘上重要啦，我甲石头无重要啦。我甲石头袂输阮山顶的纪念品同款啦。讲毋是纪念品呢，凭纪念品较无价，但是装饰品有无拢不要紧啦。当你是讲阮对去啦。我唔管啦，你爱告我甲石头，这件代志我不准你插。好啦，我甲你保证，这件代志若解决好势了后吼，我会趁足济钱互你啦。水啊！趁足济钱互我，对无？对啦囡仔伫我家，互你了无钱。你若花啦！喂，你莫搞笑，你莫搞笑，我要转来，我这边在讲，拜托，你若唔通困落哦，唔通困落哦。喂，金毛啦，哎，什么代志啦？走！无安尼啦，我即摆出来吼，甲你见面再来参详啦，吼。金毛啦，金毛啦，金毛啦！哎呦，什么代志？我死啊啦，我！心爱的，再会啦，一段心灰，咱两个毋是亲情，袂当办姻亲啊！你听我讲啊，你莫过来。台湾生活无像你想的遐尔啊简单呐。好啊，我不爱去讲，反正你会记住，以后莫再打电话去上敬因兜啊。小燕，你来伫遮？阿静，你打电话啥？我有人甲你接应，你想要老婆哦？我无啦，阿静，你莫误会啦。误会，为着你害我甲阿勇冤家，阿勇阁不准我从这件代志甲师傅娘讲，我愈想心内愈唔甘愿啦。好啊，莫甲师傅娘讲，甲你讲嘛是同款啦。我爱讲哦，即摆真侪人食你的减肥药啊，已经拢去大医啊啦。除了医药费以外，你还阁不想人吃上钱，算算哦，差我200万呢。200万？阿景，小燕这话还袂倒转来，我看我出去找看卖咧。阿母，免搁找啊！若想要转来哦，会家己会转来；若是无想要转来哦，谁找嘛无效。啊，万一若发生啥物代志咧？阿母，人甲人是互相的，
咱处处替伊想，伊敢有替咱想过？紧，这边互骗的代志，你真正袂用个怪小燕，你嘛是无辜的啊。我知影毋是毋对，啊，毋过代志发生啊，伊无欢喜，人就走出去，互咱来烦恼，爱敢对？阿母，小燕，你转来啊！我惊你放无去呢，都着急的啦。阿母，是的啦，我会去做工课，甲遐钱拢还我还。莫安尼讲啦，你转来就好吼。小燕，你话咧做你走，你敢毋知影阿母做烦恼的哦？唔准你大细声啦！无要紧，遐钱阿母会替你还，你放心。阿母，几十万我阁付会出来。一马唔敢若几十万，是200万。哈？200万？哪遐济？足侪人拢啉减肥地出问题，好送去病院。即摆若甲我退偌济，我拢爱赔人啊！阿母，我无法互掠去关，你一定要救我！你一定要救我！我知影你有办法，阿母，你一定要救我！阿母，我求你啊！起来，起来！我会想办法。不过，200万毋是小数目，我想着就头壳疼。阿母，你一定要救我！这物件是，这我包包的，要摕转去给小燕的啊。这啦，我听到你啉。阿勇啊咧，去病院看因遐朋友啦，顺便吼甲见讲赔偿的代志。吼，你知影无？遐人外乡人呢，一声就讲要5万块呢。讲啥物大医的钱啦，出院了后医疗的钱啦，30几个人是啥有办法啦？想袂到会牵拖着遮尔侪人。因本来拢要去找小燕算下来啦，阮阿勇吼实在是足有够意思的，拢甲担起来呢，佫讲要替伊还钱。伊会安尼做吼，拢嘛是为了你甲阿景啊。啊，毋过阮哪有遐尼侪钱啦？我知影，阮阿勇这个个性吼，就是安尼啦。伊答应人的代志吼，佫较安怎伊也要甲做到到啦。啊，毋过遐尼侪钱，我哪有咧？我是惊伊讲吼，到的时阵，阮阿勇摕伊家己的名去赔哦。头家，啊你是安怎拍算？毋是我咧讲啊，啊迄小燕家己编出来的代志，小燕家己负责就好了嘛，你莫插伊啦。小燕哪有遐侪钱啦？师傅你好，阿勇啊，哎呦，啊你来啦？哎呦，安怎？对方有讲要落价无？啊，小燕是毋是我来爱搁赔遐尼侪钱啊？拜托好无？师傅你我你这讲啊细声的啦。师傅娘早就知影啊。你我讲的啊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我的阿勇啊，我拢知影，啥？你拢知影？你毋通怪莲花啦。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我家己会来想办法啦。
师傅娘啊，这代志你莫管啦。嘿，你足奇怪呢！人师傅娘叫你莫管，你就莫管。你即马家婆搁跳出来要管要创啥？我会变面咯。哎呦，麻烦你，甲你的朋友讲，我会负责你。嘿，多谢师傅娘。碰风水家太无捌，我钱搁加大办。喂，啊无你是讲煞袂啊？我安尼千交代万交代，叫你唔通讲，你去讲，你真正是恶车业主，无我可敌啊你呢？哈！哎呦，唔通安尼啦！师傅娘啊，阮翁仔某的代志哦，你莫管啦。我今日日咯，要好好甲教死一个啦。唔好啦，你来啊！你要教死我？我甲你讲，小燕的钱是我去讲，因为我知影讲哦，伊将期尾会搁翻头转来拜托师傅娘教紧啊啦。我安尼做是有啥物唔对？我保护我的家人有啥唔对？我保护我所有人有啥唔对？你讲啊，我是哪样唔对？无，对无？唔对的人是你。哼！小查某，师傅娘啊，坐啦，坐啦，坐啦。莲花无唔对啦，你唔通怪伊。师傅娘啊，你咧辛苦一世啦，我是唔甘愿讲你遐老本去换咧舞掉啦。即摆无甲钱摕出来，也无其他的办法啦。我敢会用个目睭金金，看小燕掠去互乖。当初是想讲，阿景啊娶一个某，就会当照顾你甲阿景啊。想袂到即摆煞颠倒是你的负担啦。无定着，这就是命运啦。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心花啊不情花，可比不亲你情。阿母，你家己减肥摕出来要创啊？这袂用的啉的吼，拢也单调啦。所以我先甲切出来，啊，其他的物件单调拍算啦。遮尔济用袂完啊。咱想办法吼，家遮物件拢卖好掉。要安怎卖啊？这拢人退货，要卖互啥？其实哦，会退货拢是受到减肥茶的影响啦。像咱用过啊，这洗碗精啊、洗衫粉啊、保养品啊，拢袂歹啊。无吼，咱个降价卖看卖。有道理呢。若卖会掉，加减会用贴一寡咱的损失。我当利用下课的时间吼，甲你斗阵去摆路边啊。美阳姐，你当当是一个老师呢，你会当去摆路边搭啊？然后你学生仔看到，安尼敢好？什么时阵啊？搁咧顾面子？我看我和妈母去就好啊啦，阮两个应该有够。好啦，小燕甲我来去，伊考虑了无毋对啦，你毋免去吼，为陪我去就会用的啊。